在台南火车站前广场的郑成功铜像是雕塑家卜天生的作品，这回被台南市古物审议会指定为一般古物。而目前台南市美术馆也正展出卜天生跟他儿子卜浩明的雕塑作品。这等于是一个台湾雕塑史的一个小小的微型的缩影，半世纪浓缩出来的一个小结晶。他的这个家族，不管是他的系谱跟他的血缘，还有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，两个父子所激荡出的艺术不同的一些作品，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充分可以显示出来。展览命名为温度，从艺术史、亲情、历史、身体、社会等面向，诠释横跨两代雕塑大师如何展现人文情感温度，同时呈现台湾100年雕塑发展缩影。其中有一件高达3.7公尺的作品，是卜天生创作的林静文老师纪念铜像。馆方还设计楼梯，让大家近距离欣赏作品。这回更首次运用户外空间进行艺术展，以及和台南大学视障教育中心合作，推盲人触摸艺术。台湾的盲人教育从台南开始，那我想我们台南美术馆也把这样的一个盲人可以去接触、可以去探索盲人的这个艺术东西能够去结合在一起。万一如果这个盲人触摸艺术来有一些损伤，我们自己就可以修复，所以我就很大胆的推广这个出去。那这个是无心插柳。可触摸原作的展区包括青铜、石膏等不同材质的雕塑，另外增加点字、口述影像，让视障者也有机会欣赏艺术创作，营造友善参观空间。记者杨寿怀谈的报道。